来看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雄宣布破产哦，这嘛已经不是最近的头一件咯。国内有真侪投资人受害，金管会是指出讲，因为要立专法爱真久的时间，目前是按算讲会针对虚拟的货币豆豆开始管理，嘛拍算讲要甲平台甲客户的资产分开来管制。没想到这次 FTX 这种全世界第二大的也会出这种状况，算蛮错愕的。黄先生投资加密货币，但是因为进前 FTX 交易所发生创办人甲公司资产转转去等等的歹代，投资拢乌有去，损失240多万美金，搁要靠家己开10多万美金找律师处理。黄先生甲专家拢认为，台湾目前欠缺对加密货币的管控机制，因为他们已经有开始一个清算的代理人。那目前都还是在跟这边去做一些协调。资产储备跟资产隔离的部分，我想是最重要的核心啦哈，因为你这个投资者哈把钱放在一个交易平台里面，他有没有办法做到确实的隔离？就是说把你的东西存着，不做或者是在这个特定条件下才去做其他的投资。目前台湾针对加密货币是以洗钱防治的方向来管理。金管会主委黄天木初步接受质询的时表示，针对加密货币的监理，现今目前正在规划以投资人保护、资产分离两个方向来研议。可是他在台湾也有一些代理业务的公司啊，譬如讲他在做客服的啦哈，他做宣传的啦哈都有。那类似这种代理业务的话，有没有可能把它子公司化，或者是要求要子公司化才能进行这些客服、进行这些宣传，有没有可能？赵委员，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可能会未来大家研议的方向之一了。黄天木表示，虽然大家认为金管会来管理会较严格，但是金管会能量有限，无到各项代志拢立管。加密货币的管理，行政院当咧做下部会的研究，估计会一步一步来进行管理。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。